继续来到台中大肚山的望高寮，看夜景真水，有袂少游客会来遮看风景翕相，也毋过拢伤可惜，无注意到安全问题。一大阵人竟然是坐伫个栏杆面顶坐几排，这个骹底下都是10米深的山坎，若是无小心摔落，效果是不堪设想。因为现场无采危险的告示，市府管理单位嘛只会当加强劝导。哇，看夜景都是这样看的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望高寮观景台，游客伫栏杆顶面坐规排伫看夜景，也毋过下骹有120公尺深，甚至有情侣手牵手做伙伫看。人都是在外面，敢袂伤寒？这样子要洗手跳下去吗？台中大肚山望高寮是出名赏夜景的地点，为这会使看到大肚溪出海口有真个游客来这翕相，也毋过坐伫栏杆顶面看风景，真正真危险。虽然栏杆外头有种树，防止游客跌落，不过树的底下就是悬崖，不小心摔下去的话，还是相当的危险。这个看起来就没有很坚固的感觉，所以你不敢这样做哦？对啊，不敢。它已经有一个围栏了嘛？对。那你要超越那个围栏，就为自己负责啊。因为现场无危险的告示，管理单位表示讲，只好加强劝导。没有针对这项行为做告示牌啦。如果说我们没有专心的针对这个去做告示的话，那采法是比较不恰当。所以目前我们都是先用劝导的方式。进前望高寮捌发生过游客伤景摔落去山沟以外，也毋过来到这游客时常互这个真水风景吸引，袂计危险，坐伫栏杆顶面，互人替因的安全伫烦恼。